有人話記憶係時間嘅流影。50年前，貪污好似毒霧咁瀰漫住香港，無孔不入，市民感到坎坷無助，又無力改變。經過多年嘅努力，今日嘅香港唔再一樣，廉潔公平已經成為香港社會嘅核心價值。反貪之路係一段冇終點嘅旅程，唔能夠僅靠一兩代人嘅努力，而係需要大家薪火相傳。要香港不斷發亮發光，就靠大家雙手繼續創造。特首出發同小朋友去廉署展覽廳啦。